做得好好啊！啲人望啲。哦，靚啊！靚啊，超好超好，加油繼續！好多 power 啊！好掂啊！你得嘅，加油！到聽到我把聲就知道有事項宣佈啦。嚟緊呢，我哋係會進行後兩場比賽嘅頒獎儀式。你得嘅。咁我而家咧會先宣佈邊兩組嘅組別同埋邊幾位嘅運動員係需要過嚟頒獎嘅。好嘢！好靚好靚，繼續。男子 B13唔使心急啊！男子 B13 速度賽，勁啊！男子 B13速度賽，我哋有請 Nico Miller 嚟到啦，加油 Nico Miller， 好勁啊，劉心宇加油！麻煩呢兩位運動員請到頒獎台。